前总统陈水扁后生陈致中甲因太太的洗钱案官司拍几啊档咯，最高法院暂时宣判讲驳回两个人的上诉，判陈致中一档的有期徒罚金150万，因为伊去年底才连任高雄市议员，议员的职务会予解职，也毋过因为伊无予剃夺公权，所以并无需要补选。 27透早，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陈致中，嘛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，伊伫议事厅内底的名牌还未揢掉，等收到行政院公文，议会会照地方制度法将伊解职。解职日会叫等于伊互判刑的26号，这嘛是陈致中第2摆因为判刑互解职。最高法院的新闻稿来显示，陈致中议员他被判刑有期徒刑1年，但是并没有宣告褫夺公权，所以没有递补的问题。小港前镇区少了1席议员，这个真的是会选民会造成影响。前一天，搁伫议会做质询的陈致中甲太太2个人，因为南港展览馆甲桃园龙大买地洗钱案，互指控协助伊的妈妈吴淑珍将2个案的犯罪所得藏起来。 大开海外口座洗钱，官司拍17档上诉几啊摆，最高法院议立驳回2个人的上诉。除了没收洗钱财物大约816万的美金，太太判刑10个月，缓刑4档，陈致中判刑1年，并科罚金150万。 任何一个参政的这个朋友哈，都应该要更重视自己本身的道德品格上面相关的问题。期待未来在台湾的民主奋斗道路上面，不管是什么角色、什么身份，都可以一起并肩作战。面对判刑，陈致中议立伫面册发文，多谢外界的关心，表示会永远甲乡亲徛做伙。伊服务处27照常上班，助理倒伫内底处理公务。毋过受陈致中判刑影响，民进党议会释出减刑26席，但林杨明代认为目前议案大部分拢是协商，影响无大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